行政院进前通过公务大楼管理条例修法，只要认定是有危险的公务大楼，要伫时间内成立管理委员会，或者是推选管理负责人，若无会罚4万到20万。在其民间团体调过记者会表示，正支持处罚的手段，不过因认为爱找也爱骂，要有这奖励的机制来协助推动。 台北市的南机场公寓会使看到有真侪违建，因为起伫1963年已经买60栋，结果甲消防安全等等拢有真侪问题，嘛拢无说管委会会使解决。因为这毋是大楼，这路嘛是盖不离啊盖大条啦，还 OK 啦。里长会解决啦。里长解决哦。对啊。安尼敢有够？无够，哪有法度？但无要惊啦。 行政院提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修法草案，针对安全有疑虑的公寓大楼，要强制因成立管理委员会，要是管理负责人，无会罚4万到20万，而且无改善会搁再处罚。民间团体认为，手段除了处罚以外，嘛应该要有辅导奖励机制，才会使有效推动。嘛应该让管委会处理公共安全、消防安全的权利，避免拄到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下关，安全就出现浪胖的情形。管委会其实申报只是一个形式，它要长期的运作。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中央主管机关也罢，地方也罢，应该辅导它永续的长期运作。如果有主管机关经过公消安检查，有被要求限期改善的项目的话，管委会得依主管机关的要求的一些公文或是一些决定，先做公消安的处理，再向区全会报备。 因建署表示，草案有规划相关配套辅导措施，嘛坚定地方政府应该自行办理，也是委托机构来辅导危险建物成立管理组织。针对安那认定是毋是危险的公寓大楼，会配合法案审议进度，甲地方政府来共同研究。记者郭布君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